仔富国岛旅游团红放婚照，旅客已经分3批返来咱台湾。承办的年代旅游总经理林大军伫昨暗有出面向受影响的旅客回信礼，伊嘛发表声明，表示会主动对越南旅行社提出告诉。不过即马年代旅游嘛要面对观光署甲品保协会调查。 春节年假结束，昨有613个旅客分做3座班机为越南富国岛登来台湾，这座旅程员工是坎坎坷坷。 我们第3天原本是预计要去动物园，然后变成是说最后我们也没有浏览车，我们是自己搭计程车从我们原本第1间饭店到第2间饭店。其实蛮错愕的，就觉得说我都付了钱，团费都已经给了，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也不知道到底能得到多少的补偿。 富国岛的5天4夜旅游，结果被骗伫遐无人惨。相关事件滚甲当地媒体也拢咧报道。越南青年报阁指出，当地主管单位健康省旅游局派检查小组去调查清楚，搁要看旅行社合约。年代旅游总经理林大军14暗时出面鞠躬，向受害旅客回信礼。他们在越南所受到的委屈，也再次向所有团员致歉。 年代旅游列出7点声明，目标指向越南的旅行社，佮讲要主动提告，佮请外交部越南办事处讨回旅客权益。不过年代佮互旅客指控旅游客约闹交，林大军回应，客约拢是照观光署规定的文字的档案来修改。观光署已经请品保协会成立专案小组，为今开始接受旅客申诉，希望因赶紧解决这个争议的事件。 它之间的任何行为其实都不应该影响到旅客本身的整个旅游行程。所以我们对的对象是对我们的年代旅游，也就是美加国际旅行社。我们昨天有去行政调查，那越南那边他调查的对象是地接生，所以这2件事情是分开的。 由香港业者别康进一个年代旅游合作，也互因拖欠款项。年代旅游争议连环压出，林大军承认公司的营运受到真大冲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